呢場波好多人會買錯邊，而且呢個盤口真係有啲伏味。3月6號凌晨4點，熱刺對水晶宮。表面睇，熱刺主場讓0.5，好似唔深。但你有冇發現呢種睇落好合理嘅盤，反而最易中招？熱刺主場節奏快，壓迫強，場面通常都贏晒。但問題係，佢哋好多時贏得唔乾脆。水晶宮客場唔算強，但打強隊反而特別有反擊威脅。一個失誤就可以改寫賽局。再睇大小2.5，呢條線其實已經講咗啲嘢。呢場真正關鍵唔係邊隊勁啲，而係節奏會唔會被帶快。我完整盤口拆解、數據分析，仲有最後點睇，我已經擺咗上 T 字頻道。想知呢場到底值唔值得出手？去我 T 字頻道睇完整版。留言區打 PM 我，或者係我主頁簡介點擊連結。開波前睇會好好多。